有一只白鎏级的游船伫顶个月高雄外海沉落去了后，到今呢已经是第21天，昨派人去检查船的状况，加在并无发现新的漏油的点。即马港务公司是要求业者要来提出委托证明，互人来帮忙抽油，若无就依法代替处理。甲所称内底伊也破出，设备当到西外，比如一天赛轮顶个月2日伫高雄港外海沉落，到当已经第21天。海事工程公司找到下晡探海上平稳，搁再派人冲落水底检查现况，观察到新的漏油点。没有发现重油的一个漏油情形。那原来在透气孔有轻微渗出的部分，昨天在检查过后也已经做必要的处理，减少这个渗出的状况。天赛轮沉船了后，大量的空货柜市加漂，乌油外泄期间都拄着风台，互台湾港务公司甲海保署为着清理无用气气，船头家煞到车尾才提出抽乌油的计划。为了确保计划会当落实，港务公司要求船头家10日之前提供委托契约证明。如果船东没有按港务公司要求的这个期限提出合约的相关文件，港务公司这边就会依照上港法来代为执行。甲船好起来，甲抽油等等的费用超过要开3亿。港务公司表示，已经委托律师收集相关文件，无排除跨国提告甲讨赔。海保署嘛已经开出3张计共190万的罚单。船舶所有人虽然在8月8号已经有提出抽油计划，但该计划尚需补充委托厂商执行的委托书。船舶所有人如果没有办法在期限内完成补正，那本署将依法按次处罚。若天赛轮沉船的原因甲停船进程是安怎长时间停伫高雄港外海等疑点，目前航港局甲高雄地检署拢等咧侦办，希望会当经理清真相。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